我们搜救没有停啊，也不会停。当然，现在到目前为止，有一些装备或者座椅发掘以后，到目前虽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进展，但我们不管地面部队、空中的、海上的啊，都持续在做。现在搜救将近要到黄金7这个小镇，那现在最新的进度大概是怎么样？这样的啊，我们搜救没有停啊，也不会停。当然，现在到目前为止，有一些装备或者座椅发掘以后，到目前虽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进展，但我们不管地面部队、空中的、海上的啊，都持续在做。我来之前他还跟我回报，现在动员兵力也不少，但是我们不是讲说就做个样子，对的，我们很诚恳，也跟家里面、跟他家属做报告，就说我们的搜救不会停止。这命关天呐，生命无价，没有什么浪费的啊，这第一个说明啊。第二个，弹射椅，我了解就是说，不是从这个案子才起案的，是去年这个朱万蒙中校他晋升中校，他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空军就在这边做这个准备，而且有筹措经费啊，要去把这座椅给换掉。那这个骑程都是按照这个规划在做，那空军也跟厂商也有跟他们协调，本来骑程可能要等到111年吧才可以陆续获得，那我们经过跟他协调以后，有个进度会加快但加快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安全的问题吧，这个我特别要跟各位表达。那部长在这次的事故是疑似在空中擦撞嘛？那现在各界都很聚焦说，为什么在这个操演变换队形的过程中发生这个事故？那是什么步骤上有出错吗？还是说长机有什么指令上的疏失吗？目前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的确是两架有碰撞，但细部的问题怎么产生，这也是我们要追的。我们不能假如我平白无故我研判，或者空军就马上就研判了。但刚刚讲的这种可能，我们都会纳入，但要一个一个去验证所以我们后面的程序会按照这个飞安委员会他们要做的这个步骤去调查。我想厘清真相，不光是大家的期望，也是我们军方绝对要有这个知道真相才能够着手怎么强化哪一方面的问题，把它给解决掉，好不好？还有质疑说，在那个新式台车座椅全数完成开换之前，这段期间现在那要怎么样保障国军的安全？这样，我们从训练方面还是要着手了我也有感而发，跟很多同仁讲，我们有在这个飞行当中，他们有他们专业，但据我了解，不光空军可能各军种都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很资格很深或者这个训练步骤我们要做一个强化那其他该要飞航的还是要飞航，因为战备这个不能疏忽的嘛，好不好？好，谢谢。是。